这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6月14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开始，咱来关心鸡卵无人买，挂价昨昏是落到37块，这是近2年来的新价。农业部长陈俊贵是认为，早顿店的鸡卵嘛爱落价，因为产地已经降价啊，店头嘛爱对咧变较俗。另外，咱国内的连锁卖场嘛已经宣布规鸭卖卵计小卖61块。对无破开的半成卵放伫主餐顶悬，互菜色搁较青草。即间伫新竹卖碗饭的业者，本地加卵爱加15，因应最近卵价一直降，决定归期用送的。蛋价如果一直持续回稳的话，我们基本上15块加蛋的这个费用，我们就是不会跟客人收。降下来就会回馈给消费者，我觉得对消费者是一件很好的事。国内卵价是一直落，产地价逐斤是免30块，批发价对13开始，一斤嘛免40来到37块，这嘛是要2年以来的新价点。大卖场超市一盒的卵嘛同款降价，专人是大声宣布讲，一盒的平价卵14开始是50降做47块，家乐福讲平价洗选卵会降到47到55块，爱买的常温洗选卵降价了后是47到49。米店车一盒卵本地54，即嘛降到51。四大超商目前暂时无降价的计划，但会推出行销活动。疫情之后，很多东西涨上去就下不来了，不只是鸡蛋。会在卖场买蛋吗？比较少，我都在外面比较便宜，我都在外面买。农业部长陈俊贵讲，目前国内生产了有剩的鸡卵差不多32万粒。对去年卵价起价了后，需求量降价，即马卵价降啊，但是买去嘛无转来，所以消费端亲像早顿店应该做会降价。所以我们在这边也是还是要呼吁，本身就是消费端这就是像类似早餐店的那个鸡蛋的售价就是可以降低。外界嘛关心中央畜产会最近公开表示，进口卵做的水卵、卤卵有可能会冲击到卵价。陈俊贵回应讲，畜产会表示的加工卵主要是针对糕饼业者，对一般的卵较无影响，会搁进一步来了解。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做伙来关心天气，今日咱受西南风的影响，各地拢有机会会落雨，嘛会感觉较湿搁较热。咱来看温度。今日伫苗栗以南、东北部的山区，也拢有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尤其是伫南部，雨会落较明显，嘛有机会出现短时间内的强降雨或者是大雨。其他的所在大部分拢是侪云，会当看到日头的天气。也若过昼了后，大台北的东边、东北部各地山区嘛熬落雷阵雨，山区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温度这方面，今仔日各地日时的高温大约是32度至34度，气象署是有针对台北、新北、花莲、台东、北部高温特报。其中花莲是柑仔色的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以上高温的机会。也伫大台北和花莲、台东，受西南风临港的影响，嘛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若东南部有机会会透小风。最近的天气是愈来愈热，就惊民众讲，若伫骑奥多摆等红灯的时间上久，会去热到。台北市已经对外宣布讲，伫7、8月啊，台北市的青红灯会缩短红灯的时间。即马热人高啊，行过路人甲骑奥多摆的民众红灯挡上久去热到，所以台北市自7月至8月，伫740个路口的青红灯，拢有减少挡红灯的时间，设伫非常下班的时，逐工透早9点至下晡4点，甲挡红灯的时间平均减少21秒。右转车就已经转不过去的话，这部分我们就会尽量去把它做一个排除啦。所以我们
调降的部分，我们也是避开那个尖峰时段，避免对车流产生影响。另外，台湾是奥多拜大国，根据交通部2023年的统计，全国有1454万多台奥多拜。为着要响应政府2050净零碳排政策，鼓励民众使用共享的交通工具。台北市自6月13开始，在松山区附近里甲信义区行另立7万共享机车专用区，建共30家。地图卡有文字标示停车格嘛为那些白色相线，要和民众做就的电动奥多拜专用。即日起到9月30号为止。我们会先宣导，那宣导期会到7月30号。那违规停放的机车，我们都会去挂吊环。7月30号之后，还有违规停放的车辆的话，我们就是会依规定来举发。我目前设定了大概是2026年，然后在我这一任期结束的时候，然后我里明自购机车的比例，然后可以下降20%。台北市交通局和3大电动奥多拜业者合作，包括威豪、iRent 和 GoShare 推出租借优惠，希望会当减少民众自用机车的消费意愿，减少绿色运输的使用。今年拍算要举办到9月底，卖宣导到7月30日，避免民众把机车停唔到车位执法。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加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台湾和纽西兰的经济合作协定伫明年会生效，到时呢，纽西兰的牛奶进口来咱台湾免扣关税。卫福部之前有预告讲，保存期限30天以上的牛奶，爱标示做长效期的青牛奶。也毋过，这是引起咱台湾生产牛奶的农民不满，因为安尼生产，颠倒会互消费者误会，会影响咱台湾在地生产的牛奶。所以农业部是表示讲，因已经发公文，希望卫福部爱改做长效期牛奶。来看《中国时报》，高雄即马是标出今年头一个天狗节的群聚感染案例。疾管署是表示讲，国内新增加一个本土天狗节的病例，是一个住伫高雄凤山40多岁女性，因为和第一个案例较近的机票案例有共同的活动史，所以研判应该是群聚感染。疾管署嘛表示讲，经过病毒的定序和去年流行的病毒株无共款，所以研判是新的一波疫情。来看《自由时报》，立法院长韩国瑜昨昏是针对行政院提出国会这款法案的复议案调期调要协商，各党团已经有达成共识，伫6月19、20会调期专院委员会，也那伫21日时会进行表决。针对国会这款法案的复议案，调也已经达成共识，伫6月19到20会进行专院审查，嘛会邀请行政院长杜英提起说明，然后伫6月21日时会进行表决。立法院这个礼拜二收到总统府核可的行政院复议案，依法必须伫15天内，也就是26进行议决，安尼无原决议就失效。对复议案处理事项，立法院长韩国瑜13透早调集调也来协商，不过伫进入主题进程，哪立白党团都因为发言顺序一直伫修正。4个党团的总召躲在议场背后的小。等一下，我回答你好不好？你现在有没有针对主题在回答？现在是可以插嘴吗？那问你插嘴，有不支持他？动不动就骂人骂什么？我从头到尾骂你吗？接下来是我讲你不要叫我，你不要讲我没意见啊！请你等一下，有错误吗？黄国昌讲2次了，回到你身上。什么？哦，是我这个叫吼，你这个才叫吼啦！天地良心，什么天地良心？这个会议我尽可能公平，你还在鸡蛋里挑钢筋，不是挑骨头啊？什么叫我挑钢筋？你如果不调也争论，互立法院长韩国瑜捌起甲利息。国民党团提出2个方案，14院会直接互行政院长杜英提报告，下晡表决；也是17加开专院委员会，由杜英提报告了后，18再去投票。不过，拢互民进党团拒绝，认为时间伤赶，应该爱注重民意，进行充分讨论。伫协商将近2点钟后，由韩国瑜确定时间，融合大家的意见，融会贯通了，就是2点。第一个，6月19号、6月20号，我们召开全员联谊会；第二，6月21号投票。如果院长有需要到这个院会去说明，他也一定会配合院会。我们一切都尊重立法院的安排。我们还是会透过各种的管道跟立法院，不管是朝野各个党团，都会尽量做沟通。那对于民众的沟通，我们也会持续努力来做。
韩国瑜宣布，立法院19到20召开2天专业委员会审查，邀请倒用台说明并备质询，各伫2日记名表决。行政院是持续呼吁立法院应该正面回应复议案，也搁再声明复议若是互人好管，就要研究是毋是提出实行。记者综合报道。伊拉总统赖清德伫昨昏，伊是接见美国前白宫副国安顾问朴明和资深的副主任简以莹，强调台湾会和美国也个盟友密切合作，来维护区域的和平和稳定。来访问的这2个前白宫的高层，最近伊嘛有做伙出一本新册，内底就针对咱台湾国防安全有提出建议，认为咱台湾爱加强吓惊中国的能力。S7空袭反舰直升机伫空中困飞，水面上有93次巡洋号顺风舰和7几位海西海舰艇。因为中科院13、14要伫个高雄做赢军港，苏澳军港实施3项功能严重海上演练。有风声讲这是海巡号要做海试，引起关心。不过军方讲这是例行性的侦巡任务。同一时间，总统赖清德和来拜访的美国前白宫副国安顾问朴明、资深副主任简以莹会面。总统讲会和盟友继续合作，维护和平稳定。台湾的目标也是深化民族伙伴的关系。未来新政府会积极落实和平4大支柱行动方案，跟美国以及理念相近国家密切合作，提升实力。朴明和简以莹双人长期关心台海情势，最近阁做伙出版新册《军改的和平号》，提出对台湾国防安全的建议。册内底讲，中国武力犯台的威胁是军在眼前，认为台湾的军事防卫甲改革要继续加强。We are deterring and have been deterring, for decades. The problem we see is that maybe that deterrence has started to erode, and maybe we're not aware enough. Deterrence is so much cheaper than war in terms of the human cost. The economic costs. It wasn't really goose stepping. What democracies in the world have soldiers that goose step? I think it's very rare. Taiwan may have been the last one. Should leave goose stepping to North Koreans. 朴明讲，相信赖总统嘛知影有实力走和平的道理。2个人即阵嘛和国防部长顾立雄、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会面。对顾立雄上台了取消特政武器枪术等各项决心，已经肯定。日本驻台代表片山和之嘛出现伫2个人的新册发表会，意思是讲台湾是日本的重要友伴，台海和平稳定对日本甲全世界是真重要。希望和盟友美国继续合作，守护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总统赖清德伫昨暗，伊嘛去参加2024欧洲日的晚会。伊致辞的时有对外表示，现此时是台湾和欧洲双边关系上好的时阵，因为欧洲毋但是咱台湾第3大贸易同伴，嘛是咱台湾即马上大外国投资来源。希望未来台湾和欧盟会当签经济伙伴协定，替双方的企业来创造更较好的投资环境和商机。We hope to sign an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with the EU, which would give entities on both sides a better investment environment and mor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To that end, we look forward to continued support from the EU and European enterprises. 另外，赖清德总统伫顶一日嘛有接受《时代》杂志的专访，这是赖清德当选了后头届接受国内外媒体专访。《时代》杂志嘛以总统赖清德做这一期的封面的人物。总统赖清德是表示，有关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相无属于对方这个论述是根据事实来讲的，因为包括前总统蔡英文、前总统马英九2个前总统拢捌讲过，也毋过马英九的基金会是回应讲，两国互相无属于对方，甲两岸互相无属于对方，这个概念是无共款的。陆军官校100年校庆伫后日就要举办，有一寡咱退伍的官兵是走去中国去参加中国举办的校庆，因为中国佫要求讲爱办居住证、爱办手机号码，这是引起有国安的疑虑。咱的军方是强调讲，中华民国伫倒位，黄埔军校就伫倒位。总统赖清德也会亲身去参加6月16日的校庆。
中国国校百年校庆10日盛大举行，暗过中共请黄埔会记团共款办活动，由国军退伍将领、退伍会主委严德发13承认，有还有真少数退伍将领去中国，暗过拢是个人行动，无组团。蒋公是在这里凤山复校，所以校长在哪里，正统在哪里，更不要中了中共认知战、统战的圈套。针对退伍将领去中国，不排除和中共提来宣传进行阵地作战。严德发证实有检查中共邀请咱的退伍将领，明显是要进行统战，或者爱避免超越国安法等规范。另外，退伍将校要办理中国居住证手机门户，引起外界关心。中共恐吓对待操作，内国法化。尤其是有居住证的啊，你的个资啊可能外泄，因为你要登记。所以这些都有个人的一些风险，所以特别第一年就是要注意到自己的人身安全，安全非常重要。日本也展现总统洪波的决心，扩大举办庆祝活动，包含黄埔建校百年特典、三军各机队、中正5号各机队演出。总统罗清德也亲身主持阅兵。阅兵及校庆的典礼是由我们的三军统帅赖清德总统亲临主持。中华民国在哪里？基本上黄埔就在哪里。共军一直交代国防部13发布查到23只的强机出海活动，其中19只超过中线进入西南东部空域，相近伫花莲干那39海里，有7只强舰伫大海活动。国防部表示，就海空样态、季节性训练要求变化，会看威胁状况来对外说明。记者综合报道。伫意大利举办对13开始有进行3天的 G7 峰会，目前已经有达成共识，这是要用洛西亚和西方冻结资产的所赚的钱来提供乌克兰美金500亿的贷款。另外，瑞士峰会15卖举办，乌克兰这边阁有提出爱洛西亚全面撤军的和平协议，敢会达成共识，即嘛引起国际关心。G7 峰会13伫意大利举行3届会议，聚焦俄乌战争、气候变迁、移民甲 AI 议题。除了美国甲乌克兰会签署一项安全协议，包括关心 G7 是不是达成协议，利用俄罗斯伫海外制造冻结的3200亿美金的资产资助乌克兰。伫峰会前一天，法国总统府就先透露 ，G7 领袖已经同意今年年底进行，利用俄国被冻结的资产提供乌克兰500亿美金。美国是宣布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相信这经协助俄国亲欧的中国加香港企业的制裁名单。Some of the leaders may not be there in the next G7 next year. Most likely next year there will be a different political posture in many G7 countries. So they need to take decisions and increase the cohesiveness now. 12日古巴哈瓦那港军方用11项礼炮迎接4只俄罗斯军舰，包含1只协助动力长水艦甲顺风艦，因为离美国佛罗里达州只有145公里，引起美方密切的关注。俄军进前已经伫大西洋完成会谈演习。俄国国防部声明指出，这摆到古巴毋是官方访问，暗过也讲到军舰顶悬有先进武器。古巴外交部是强调，这船只顶悬无核武，未对地区造成威胁。暗过伫俄乌战争敏感的时机，俄军的行为依然被看作是对美国发出信心。The visiting Russian warships to Cuba are Vladimir Putin's way of reminding President Biden that Moscow can challenge Washington in its own sphere of influence too. 另外，瑞士要伫15到16主办峰会，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提出和平协议，争取国际支持。外交部要求俄军全面撤离乌克兰。不过，这场峰会俄国无受邀请，甲俄国友好中国也未去参加。乌克兰官方是讲有107个国家甲组织确定参加。不过，美国到即马也未宣布总统拜登是毋是会去。公司新闻杨干编辑。中国的电动车因为有中国资金的补贴，后面为了要避免中国摒俗价，甲市场规划放弃，已经对外宣布讲，对7月初4开始，要甲中国的电动车加扣38%的反补贴关税。也中国即马嘛出声警告讲，中共真正安尼先做，会影响中国和欧洲的经济贸易合作。
欧盟执委会12宣布，对中国进口电动车家庭收暂时性反补贴关税。伫受调查的中国三大汽车集团中，比亚迪会互人家庭收17.4%，吉利汽车20%，上汽集团因为配合调查统计，会互人家庭收最高额38.1%的关税。因为欧盟目前已经对中国电动车扣定10%的关税，国家新的关税对中国国内需求放慢，也有继续落价的电动车产业来讲，是另外一个打击。中国外交部12日批评欧盟安尼做，违反国际贸易原则，是标准的保护主义。这起反补贴调查是典型的保护主义。欧方以此为由，对自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加征关税，违背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贸易规则，损害中欧经贸合作和全球汽车产供链的稳定，最终也会损害欧洲自身的利益。欧盟临时关税为7月初4有效，去年10月开始的反补贴调查持续到今年的11月初2。调查结束的时阵，可能会确定征收大部分有5年的最终关税。不过，若是中国甲欧盟会当达成有效解决方案，保证着会当闪过征收新关税。欧盟27个成员国贸易部长爱伫11月初2前就新关税进行表决，至少爱有11个成员国反对，才会当阻止有关决定。However, if a member country ignores these rules and acts independently, it is clearly unfair. 目前，欧盟成员国包括法国、意大利、甲西班牙的国家，坚持要对中国电动车征收处罚性关税，通保护本国汽车制造商免受到真相的继续竞争。那德国、瑞典、匈牙利、捷克这些国家是表示反对。针对欧盟的决定，中国商务部12日暗时声明指责欧盟执委会加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无符合中欧领导人要加强合作的共识精神。所以要采取措施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中国进前已经放调要对伫农业、航空加大排气量的汽车这领域对欧盟进行报复。北京也已经对部分欧洲州类展开调查。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因为电动车是未来的趋势，起草好就有赚钱。最新的消息来关心美国电动车的大厂特斯拉，伫13昨昏因有召开年度的股东会，股东嘛有投票批准马斯克会当领$561个薪水，差不多是大票1.8条。特斯拉股东对执行长马斯克投信任票，批准以$561个薪水的方案。特斯拉讲，这是对马斯克领导力正大的肯定，也是对于继续专心伫这份上大财富来源的鼓励。He also wants to get up to a 25% stake in the company. He says that he needs that to develop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t Tesla and has threatened on his social media platform X that he might move AI development to a different company, another one of his companies, if he doesn't get a 25% stake. Why it's important to shareholders is Musk is kind of the company. 马斯克伫德州奥斯汀举行的年度股东会讲，那是为特斯拉开一个新的历史，也要开始写字。伊捌伫今年吹讲，希望伫特斯拉实现人工智慧目标进前，也让至少摕到特斯拉25%有表决权的控股权，互特斯拉发展正做 AI 领先者时阵有更加强大的基础。进前伊持股是13%，案件通过伊可以变做2倍，不过还有一关爱过，就是法官迄关。By a Delaware judge who said that Musk basically controlled the board and that he was had too much control and it was unfair to shareholders to give him that pay package. 马斯克的薪水案早伫咧2018年股东会就通过，迄当阵的支持率是73%，不过案件伫今年1月被法官驳回。特斯拉董事会为了要说服法官4月伫咧走场，并且甲方案交予股东会搁表决一遍。另外，特斯拉要甲总部对德拉瓦州迁到德州的案件，伫这边股东会也甲大家所预期的同款通过。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美国最高法院13号时伫昨昏，因是驳回反打台团体伫去年所提出的诉讼，因为因是反对联邦食品药物管理局允准对人工流产的药啊。也毋过呢，最高法院有9个大法官拢裁定驳回，理由是无法度证明讲 FDA 因为放冷的关系有使人受到伤害。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第13全数通过驳回反对提囡仔的人士对联邦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出口使用堕胎药未符陪同的诉讼。意见书内面讲，原告希望限缩他人摕到堕胎药，但是根据美国宪法第3条，这项诉讼并无起诉的根据，因为原告无法度证明，因为 FDA 放任规定，让他人受到伤害。And so while today's Supreme Court decision is welcome news, we also know that the fight is not over. From here,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will send the case back down to the district court. And unfortunately, it's the same district court that, in fact, approved the idea that the court could intervene in FDA's approval of mifepristone. 这是最高法院在2022年推翻罗素韦德案了后所受理的第一个堕胎权重大诉讼。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讲，这个结果对反堕胎阵营来讲是重大失败。FDA 是2000年核准堕胎药丸，2016年放任规定，后面让国家容易摕到这种药法。全美国大约有60项的堕胎案例，是将这种药法反堕胎人士批评大法官的裁定，讲会继续抗争。Obviously, we were disappointed, so the court ruled against the Alliance for Hippocratic Medicine, but we weren't super surprised. That was what we expected, and we're going to be back. We know that chemical abortion pills are dangerous and that the FDA needs to put regulations back on them, that women are not safe with chemical abortion pills. So. 最新的资料显示，去年全美国有超过17万人走去白州提囡仔，反映出在推翻罗素韦德案判例了后。真侪州拢颁布禁令限缩妇女提囡仔的权利。纽约时报报道，今年11个美国大选将会考验各层级的政治人物在堕胎议题的立场。公司新闻张伟林、张建光编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的民主总裁史密斯13参加出席美国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的听证会议时，伊是表示，民主在去年互中国骇客入侵，造成美国国务院有6万封电子邮件风头提起，这嘛显示民主即马当地面对来自中国和洛西亚这个国家的安全威胁。继续关心，根据法新社报道，欧洲的法院以匈牙利无遵守欧盟庇护法，加非法遣送移民做理由，司法匈牙利2亿的欧元，大约是新台币70亿。针对这件代志，匈牙利批评法院的判决太过离谱。来关心以色列11有发动空袭，加黎巴嫩武装团体真主党高阶指挥官拍死。真主党表示讲，因即卖各向以色列的军队发动几若届的火箭，也个无人机的攻势。以色列军方讲，攻击是有造成火灾，嘛有2个人受伤。镜头甲等下咱国来关心昨昏新北市的土城一栋社区大楼内底有一户发生火灾，有3个人不幸过往。初步判断讲，导火原因是挂草机咧用的锂电池咧充电的时爆炸，才会引起火烧厝。生活中锂电池是正常用到，真侪三 C 的产品拢有。消防署就建议讲，唔好放伫面床头充电，咧困的时嘛唔好充电，嘛唔通放伫环境较湿、温度较悬的所在充电。若是充电的时，电池也是烧烫烫，佮有碰久的情形，就唔通佮继续充。万不要爆炸火烧，要赶紧摕灭火器，也是破水来拍火。徛在头前有封锁线，土城这场大火了后，厝内是变甲密密麻麻。案发的厝主一家伙仔是在做冤家工课。这摆发生火灾，意思就是因烤草在用的热力机内面装的锂电池造成的。原因不是花花草草要修剪吗？不是背在后面。背在后面的时候要修花剪花的那个。听当事人他女儿是说。大概他们可能睡前12点多才去充电嘛。锂电池的用途是真宽，冤家设备会当用以外，各种电子产品嘛拢有得用，但是引发的灾害过去嘛拢一直有。对手机啊、平板、智慧手表啊，到电动脚踏车等等，拢捌发生锂电池的火灾。但最近5年，这种火灾有435件，房间、客厅大多数拢是导火点，造成94、105个人受伤。你的电池是非常热的。
那个情形，我们是建议你应该要暂停使用，不然过热的话，它有可能就是会造成热失控而烧起来。消防署提醒讲，产品有问题，也是使用的方式唔对，亲像放伫个眠床顶在充电，把电拢用到底下，才在充电顶顶，也是当时弄着，都是过去造成火灾三大常常看到的主因。若是讲拄到锂电池忽然间是导火爆炸，第一时间家己到底要安怎处理呢？我会建议你用灭火器，但是它有可能复燃，那你要用大量的水去跟它冷却。到底锂电池要安怎充电才安全？消防署建议讲，爱放伫目睭看会到的所在，莫伫困的时阵充电。高温较湿的环境，嘛是充电真无好的地点。若看到电池变真小，是碰起来，尤其是警讯。锂电池的应用愈来愈普遍，平常时做好防护，若拄到意外，用到方法就会当避免灾害扩大。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有一个那亲像有轻度失智症的阿伯，顶一日含伊的牵手去南投溪头爬山，两个人入去园区了后去便所，验过尾仔呢入去了后，这阿伯全失踪去。经过通报，警消找2天，找到啊，不过已经不幸归案。救援人员伫个步道边营地发现失踪的姓陈老先生，马上将伊接起来，不过已经无生命现象。在下午1点多的时候，我们接获通报之后，我们的消防人员立即协助警方搜寻，然后顺利在今日早上的时候，顺利搜寻到陈姓老翁。意外发生伫84岁姓陈老先生甲太太到天去南投溪头健行，2人8点半入园了后，分别去便所。不过太太发现胆无先生，赶紧通报救援。经过25点钟的敲催，13早起10点左右，伫大学溪步道边的营地发现失踪的老先生，不过已经救袂回来。大学坑环池步道，它是一个还算单纯的一个步道系统但是如果脱离了这个步道系统，它的周围都是我们的造林地，那一旦走失，也很难被旁边附近的人发现。警方表示，大学溪区域属于密集造林地，根据家属的讲法，84岁姓陈老先生有轻度失智，可能脱离步道行不出来。警方统计，今年1到5月份，游客总人数是704000人次，其中65岁老大人就占24800人次。这是一年发生第2件失智老人行无去的代志。他一定是会没有方向感，但是这时候他行动能力是好的，他就可以自由的走动。那身边又没有熟悉的人，他就会更没有安全感。洪图表示，轻度失智的老人行动力是较好，也付出更较侪心力。提醒照顾人尽量唔通离开视线，也透过手环、步表或者是定位手表甲有先向警方建立指纹，来降低惊碰见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台南仁德有一间私人坛武献坛，进前去龙年门天后宫进香的时，海报顶关是写讲，关圣帝君参妈祖要合婚，这件代志有引起争议。即马有人逼讲武献坛的建筑物嘛是违法的，市府表示调查了后，确实有违规，会要求因改善。看这栋青色的建筑物，真明显平边仔的厝加关真济。这栋1楼即阵正做私人大咧使用，有民众检举这间台南玉子武献坛3楼以上是违法建筑。监务局调查了后，证实讲部分是违建，会要求因现予改善。它原本应该是只有2层楼，然后它这个加盖到3楼，而且还盖到后边那边去，应该是要跟旁边的那个4号一样。然后它从那边整个又往上盖。经查，它在2楼以下是属于合法的建筑物，那其留部分是属于违章。那有关违章部分呢，我们将依照台南市政府违章建筑处理要点来执行办理。除了违建，另外带来这场服务项目的介绍讨论度嘛真悬，无论是点灯也是保材库顶介绍，拢大家清清楚楚。也毋过这煞牵涉到偷走税记录，这间私坛的经济到达未收煞，主要因为因疫情大主大意打出海报，宣传关公甲妈祖要去鹿耳门天后宫进行合婚大典，让妈祖经甲妈祖信徒真不满。即阵佫逼出违规的代志，实际到单来因无要接受访问。目前敢若透过律师事务所发3点声明，嘛向大众回释嘞。我们只是法律顾问他还没有正式说决定要不要去提告。对，只是这个声明希望这个事情，希望大家就不要再有超出法律界限的行为。
民政局表示，武现段是无经过政府立案登记，因强调准讲是有立案，嘛袂使甲民众黑白乱收钱。税务单位会去调查这间书单敢有偷走税，市府后续会去辅导因正做合法登记。记者李从台南采访报道。政府推出的新青安厝贷款，去年8月份推动了后，即马是互房地产的起草变好。中央银行即马对外宣布第6届的房市信用管制，要调降6都，也有新竹县市即8所在买第2户贷款的趴数，会对即马的7成降到6成，而且对今仔日开始实施。经过要4点钟的讨论，中央银行理监事会议确定，即摆维持政策利率无要改变，但是加入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自然人伫6都加新竹县市等8个地区，第2户买厝的贷款上悬的成数上限，对原本的7成降到6成。6月14上路，高调相信贷票存款准备率0.25%，伫7月初1开始实施。去年上半年我最低点5.3，一直不动的贷款年增率，你看上升到7.6，那个是从4.7呢上升到9.1。第2户我们觉得这个7成是稍微有一点太高了哈。杨金龙讲，新一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甲特定地区第2户的贷款成数降到6成是假的管理，但是同款互换厝的人1年的抽退期，就是换厝的人同款有1年切结出售第1间厝的抽退时间。伫调起存款准备率了后，会减少银行会当贷的资金的数量，产生金融紧缩的效果，而且带动货币市场的利率起嚟。除了会当对抗通膨，嘛影响到经济和房地产市场，对房市的降温有帮助。存款准备率也是我们的货币政策流动性管理的工具之一。所以既然你就是说你已经调升了，你也不能说你没有紧缩了。我的存款准备率提升的时候呢，基本上我对通膨呢也会有抑制。杨金龙承认新青安实施以来，确实依准动数提悬，不过这是财政部嘛是行政院的决策，央行袂出手去管新青安。督促公股银行针对贷后的这个管理，落实新青安的这个贷款，协助那个没有自有房屋的年轻人或者是家庭来购买房屋的这个政策的目标，我们不会受到影响。另外，对通膨的情形，央行讲，今年前5个月物价年增率是2.24%，后半年服务类计销起势开始变慢。对全年 CPI 和核心 CPI 的年增率下收到2.12%和2%。另外，因为民间消费是继续温和的成长，加上全球终端需求回升，甲今年全年的经济成长率调起到3.77%。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伫昨昏通过临时提案，要求交通部要去检视外送平台的外送费计算方式，敢有合理，敢有合法。有立委是表示讲，目前国内的2大外送业者营业登记的项目内底嘛包括讲汽车货运业，所以按照公路法的规定，就要公开因运费的算法。袂使讲要改就改黑白化价，也毋过目前外送平台业者针对这条钱安怎算出来的，并无公开。今年5月，国内2大外送平台传出要合并，因为2个业者拢总市占率超过7成，各界关注外送费等费用，敢会因为独占市场就无议价空间。拜四立法院交通委员会有立委指出，外送平台营业登记有包括汽车货运业，按照公路法要公开运费算法，袂使凊彩调整。外送费、服务费，什么叫做平台费？这些什么费？你知道它公不公开、透不透明？部长，你知道吗？是，现在确实是不是很透明的一个状况。公路法规定的哦，非经核准不得调整。非经公告不得实施。外送平台适用这个公路法的规定吗？里面这个外送的运价的话，是要适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规定。是要适用哦。对。有没有送？到现在为止有没有送？交通委员会也通过立委何兴顺的临时提案，要求交通部检视外送平台的运送费率敢有合法而且合理。2礼拜内要恢复委员会。全国外送产业工会指出，外送平台定无经过讨论就抬外送费，
工会建议制定外送费率，会使参考客停车的方法。真济摆就是向向都不计较啊，哎呀，无甲你讲原因，有当时啊10%、20%、30%拢有可能。客停车的话，伊即摆是地方的工会甲工会啊，甲地方政府的交通局去协商出一个计数。工会表示，目前各县市的客停车劳资地方政府会按照地方的状况，共同讨论出上佳计数甲计算方法。建议外送费也会使比较办理，确保外送员的权益，而且生活稳定，对消费者点头也拢较有保障。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新华消息来关心，中间大学和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对10年前就开始针对流感病毒有在合作研究，即马有上新的发现，讲 H3N2 这款流感病毒会透过基因片段定组来进化，互病毒更较毒，若是去感染到，就会出现更较严重的症头。流感病毒因为高变种，时常致使大流行、并发重症甲高死亡率。国内中基病院甲中间大学10年前甲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展开流感病毒的国际研究，总算发现重大成果。发现的基因重组的现象哦。那基因重组简单来说呢，就是流感病毒它有8段的基因哦。那8段基因呢，其实在复制的时候常常会放错。好，那很好玩，放错病毒不是就挂了吗？那结果不是哦，病毒反而衍生出更严重的一个它的这个基因的突变。好，所以在这个突变之后呢，人类可能就没有抵抗力。研究团队收集苏当时计供411个病毒的样本，进行全基因定序，加上演化球分析，这才发现 H3N2 的病毒有真强的复制能力。研究团队透过结合进阶的人工智慧技术应用，排除时常看到的干扰因素了后，模拟出相像的病人感染无同的病毒的结果。证实病毒株的片段重组，才是致使重症的原因。我们使用的比较先进的人工智慧的方式来做一些模拟，来让这个病人看起来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下一个结论，说是重组的这个流感病毒造成重症。透过这项国际研究合作的发表，未来在医学上会当更加精准确认造成重症的病毒株。来正做疫苗准备时的参考，会当帮助研发更较有效率的疫苗，降低流感的重症甲死亡率。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根据统计，咱台湾大约有200万人有糖尿病。健保署即马是和 Google 合作，讲要甲健保的资料库提供给 Google， 透过 AI 的人工智慧去运算，安尼就当了解患者未来的健康风险。罗斯总统热情地竞选的证件健康台湾，健保署13宣布甲 Google 合作，要运用 Google 的人工智慧技术，开始慢性病风险管理的 AI 医疗照护研究计划。头几些会先以糖尿病病患做主体，运用 AI， 让病患知影家己的疾病风险等级。透过 Google 的 AI 智慧和数据分析的管理能力，共同开发一款 AI 模型。目的呢是希望能够提早预测糖尿病以及其并发症的风险，以落实慢性病的防治，实践健康台湾的政策。健保署长赵宗良表示，台湾上大的疾病负担，第一是癌症，第二就是慢性病。大约每2个人就有1个人有慢性病，其中以糖尿病病患上济，有200万左右。这个计划会使用健保资料，包括年岁、病史、风险、检验资料等数据，无签名化了后，送到 Google 的 AI 技术运算，判断每个糖尿病病患未来的风险。AI 的分析之后，可以大概知道你的风险等级。那么高风险的，可能可以预测，给你一个预测，可能未来在1年或3年内，你可能会中风的机会有多少？你会发展成心肌梗塞的机会有多少？去提醒在这个医疗照顾的服务提供者要多重视哪一些的治疗跟用药。这个5年的合作计划，资料会去400发传送，而且 Google 会使专用的分段空间运算保护治安。未来也会推向其他的慢性病风险管理，希望会使继续推动83%个患者拢有受个案管理，80%受个案管理的患者通有资源介入，帮助因改变生活方式。落尾80%的病患达成控制目标的3个888计划。记者郭林永开台北报道。
咱台湾才发生地震，加上即马风台贵搁要到位啊，中华县的消防局就和大卖场五金行有合作，规划避难包的专区，方便民众去买。消防局嘛提醒民众，手电也有笔啊，搁一寡保暖的物品，普通时啊就爱甲存起来。手电仔、电池、号码，即寡平常时真接看到的物件，若拄到天灾，拢有可能是救命的工具。台湾地震济，消防署就建议民众厝内至少爱准备一卡紧急避难包。即马地震频繁，其实要有危机意识，内底有手电筒啊、饼干啊、巧克力啊、口哨啊。无呢，因为阮兜的人拢无重视这块，伊就唔知影要传遮的。这物件厝内底敢拢有？厝内底拢有，毋过就是无款一个包啊，甲伊包起来安尼。根据台湾地质中心调查所2021年公布的资料显示，台湾计共有36条的活动灯站地壳活动济，真接发生地震。这个月初5，中华河美嘛真罕见发生规模3.7的地震。加上风台贵就要来咯，中华县消防局就和卖场五金店合作，规划避难包专区，提醒民众随时拢爱有防灾意识。可能民众伊对这个观念未讲真有充分的认识啦，所以这嘛是咱近年在推动咱一寡防灾活动。避难包内底伊是爱放3公分的一寡食物个水，搁咱一寡简单的医疗用品。另外就是其他个人所需要的物件可能是一寡手电火，还是行动电。台湾唔那地震济，这阵啊，黄泉雨季结束了后，就换风台季咯。消防局呼吁民众，普通时啊，就爱甲紧急避难包存起来，放伫大门边好摕到的所在。好天积雨来牛，随时做好准备，才有法度应付天灾意外。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来看百多年前，因为战争，也有买卖一寡关系，有50件台湾族的文物，即马是伫国外瑞典。屏东的西雅乡西雅乡文物馆就和瑞典的博物馆即马有签 MOU。西雅乡公所伫昨昏因阁带队去瑞典，要进行文物的检视和交流，嘛希望会当把这批文物送转来台湾展览。由屏东县西雅乡乡长带队，阁有学者甲族人组成的文物调查团队，总共10个人，13个暗准备坐飞行机去北欧的瑞典。因为有济南部排湾族的文物收藏伫瑞典的文化博物馆，应该过去研究甲交流，看敢有机会甲文物送倒来台湾做展览。因阁特别准备排湾族的琉璃珠啊做伴手。我想，透过只有到现场去了解、去做调研、去做研究，看看有没有这个机会跟瑞典馆方这边来思考讨论。有没有机会来借展回到我们自己的社群？透过送琉璃珠来我们彼此的一个交流，来互相致赠礼物。目前初步判断，收藏伫瑞典博物馆有50项是南部排湾族的文物，包括有器具、服装、生活用品。伫去年12月，西雅乡公所是甲瑞典国家世界文化博物馆做伙签合作的备忘录。研究员表示讲，这个文物拢8档啊，其中有一领棍的赤树真入路，唔忙通甲传统的手路吹回来。我们的功法流失很多，但我们希望能够去找回这些的物件的它的那个功法是能够留住。那我们想要仔细的再去仔细去检视。乡长表示讲，透过这个调查甲交流，希望当加属于原住民的文物再倒来台湾，才会去路途有8950公里远的瑞典，来表明因的决心。记者钟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来看原声乐团一直在推广台湾音乐，因嘛4月去表演。昨昏因就开记者会对外宣布讲，因要伫10年内去全世界有名的10大音乐厅巡回表演。头一站因要去日本东京的三多利音乐厅，要演出的音乐有包括地滚唱的《好日滚再来》、电有弦的民谣者的，希望用台湾的音乐和文化去感动全世界。
亚来乡的旋律，侪台湾人拢听过。原声乐团第13开记者会，宣布要伫10年内去到世界有名的10大音乐厅巡回公演，让世界听到咱台湾的音乐。因的头一站就是日本东京的三托里音乐厅。咱即届去到日本呢，上重要一开始呢，咱演奏是郑武贤老师的迄个伊的民谣的所在，重新写一条叫《四月雨》迄个幻想曲。啊，第2条就是参林品任老师呢合作的，这参邓丽君小姐有关系这个所在写的小提琴协奏曲。过来当然还有一寡作品呢，是咱台湾家己的作曲家所创作的，所以这个部分呢，我嘛是即届带去日本的最重要的作品。原声表示，即届去到日本，除了Tokyo，佮有Kumamoto，除了会有台湾的音乐，佮会和日本合唱冠军的Kumamoto第一高校合唱团共同演出2条日本歌曲。另外，伊嘛邀请violin演奏家林品任来参与公演，伊捌伫侪国际violin大赛吊顶。伊嘛表示，事实上侪台湾音乐家的编曲和演奏拢袂输人。我觉得以技巧来讲，跟这些西方最伟大的小提琴协奏曲比起来，我觉得我毫不逊色。那音乐上，我觉得是更贴合我从小长大的那种文化，对，所以我觉得很期待这次的演出。原声乐团即届伫6月19和21分别要伫Kumamoto和Tokyo演出。音乐总监李铁嘅表示，台湾的高科技已经世界有名，因希望未来透过巡回公演，会当用咱的音乐甲文化来感动全世界。记者卢尚如、郑春友台北报道。根据文化部的调查，讲台语的人对阿公阿嬷到孙3代人使用的比例是一代减过一代，至少是减6成。云林县中国中为着要让学生加讲台语，一时是拼死找找资源，也毋过学校校长嘛坦白讲，母语的推广是真恶做。上大困难点就是社会上语言平等的意识也是无够。老师提醒学生爱讲台语，毋若伫台语课讲，平常时嘛爱开喙讲。毋过学生敢若无啥关系。云林县中高中的校长讲，伊若讲台语，会有学生问讲，是安怎要讲台语？因平常时无啥物咧使用闽南语，这我是感觉足奇怪，因为这算装卡。云林县中算装卡，虽然老爸有咧讲台语，毋过台语传承有关有危机。根据文化部伫1809年后届针对国家语言发展所做的调查显示，甲爸母讲台语的比例是50.82%，甲配偶讲台语的比例是40.82%，甲囡仔讲台语的比例降到剩21.05%。台语第3代中间的使用比例大减了6成。县中高中的校长为着卖互台语放假遐紧，伊带头行动，互台语进入生活。我着家己要求家己，往规个全程着往台语着去讲。校长毋但用行动带动讲台语的风气，伫1808课纲规定，高中1年啊、甲2年啊，逐礼拜拢爱上一节本土语课进前，学校都已经请老师来上台语课。校长搁伫假日时啊，开台语认证班，亲身教学生练罗马里。阮老师嘛拢做联动的，甚至阮有导师伊会陪学生，是校长咧开课咧教认证课程的时阵，会陪学生是假日来学校上课。为着要互学生上台语课的时，嘛通认捌在地的人文历史甲丰富的物产。校长嘛有参与云林的本土语辅导团，为各中的台语课本编写补充教材。虽然学校尽力找找母语资源，毋过台语伫公共领域使用的比例低，学生会开喙讲台语，就干那甲阿公阿嬷才有咧讲。会使甲阿公阿嬷开讲，因甲你问，你有法度甲回答。讲的话我感觉较简单，毋过若写的我感觉真困难。校长坦白讲，台语要推广真是足艰难，上大的困难毋是学生无兴趣，嘛毋是家长无支持，是即摆社会认为学台语无未来。升学也是上重要，啊，闽南语都无考啊，既然无考，我会晓讲袂晓讲无差嘛。校长讲，伊正做县中高中的大家长，考试科目、体育艺能嘛是爱顾到。敢若讲伫咧台语这块有法度做到倒位，伊就会尽力去推广。云林县的囡仔，咱要伫规个台湾徛起，咱的特色是啥物？咱的台语应该比别人、比都市囡仔较厉害。虽然即摆大环境语言平等的意识也无够，毋过伫咧云林县中，有关有一名老师咧拍拼，甲因的学生囡仔讲。台语是咱的根。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西洋的天后瑟琳迪翁，伊唱《Titanic》的主题曲《青红》，不过伫2012年的时，伊是对外宣布伊去治疗罕见疾病，所以无限期来延后伊的巡回演唱会。即马伊个要推出伊的纪录片，这个纪录片是记录伊治病的过程甲心情啊。这个纪录片按算6月底时会对外放送。It's not hard to do a show, you know. It's hard to cancel a show. 甲电影《铁达尼号》主题曲唱红的加拿大流行天后瑟琳迪翁，伊所参加的纪录片记录伊治病了到即马规个心情的过程，以优美的歌声，互粉丝敢若转到以前。Ready? 56岁瑟琳迪翁，1997年主唱《铁达尼号》主题曲，伫国际歌坛唱红。瑟琳迪翁伫加拿大出世，伫12岁时阵唱歌的歌声就互人注意到。音乐经纪人安杰里甚至甲厝提起底下，互伊发第1张专辑。伊摕过欧洲歌唱大赛冠军，摕过5遍格莱美奖，还有大小小国际音乐奖。尾仔2个人也结婚，虽然差26岁，不过翁仔某2个人感情一直拢真好。2016年，瑟琳迪翁连续失去2位挚爱亲人，翁婿甲小弟拢着癌过身，伫告别时感受到伊心情受到正大的打击。Have been diagnosed with a very rare neurological disorder, and I wasn't ready to say anything before. But I'm ready now. 2022年，瑟琳迪翁宣布讲，伊得到罕见疾病强艺人症候群，要暂停欧洲演唱会，也要甲已经停台累积16年的美国赌城主唱的行程停来。伫咧治病了，虽然身体肌肉拢有救赎，行着路也无啥顺，不过伊也是正规律的运动，保持体力，希望会当战胜疾病，搁登到舞台顶。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同齐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3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是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3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有35度；外岛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1度。感谢乡亲收看，祝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台语册哪来哪多元，文化部统